刚得穿越生命的风暴，请郑牧师。亲爱兄弟大家平安。咱同齐用礼拜来领受上帝对天人来所予咱一切恩惠，甲伊的慈爱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深深感谢你，阮会通做主你的囝儿，是阮一生最大的福分。你白白将这个神圣的身份赏赐予阮，佮称阮做主你的囝儿甲查某囝，这是何等荣耀、未堪得的福分！总是也因为你叫着阮的名，互阮甲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所以，伫每一摆做礼拜的时，阮对你存出囡仔的心、囡仔的手，愿主你抱阮，亲像伫你怀抱中的羊仔囝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讲过今仔日圣经的话，求圣神将话读互阮听，互阮领受了后，这个话就真做有气力的活命，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。当阮拄着人生的艰难、风涌的时，主你赏赐阮对天人来的气力，主你有赏赐平安，主你有赏赐安息，主你嘛赏赐无惊吓、勇敢的信心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阮，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互阮真做一个稳定、勇敢、坚心的基督徒。阮恳求天父上帝听阮的祈祷，将你的话一句搁一句放伫阮的心内。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人生的风涌，就亲像天气的变化，是伫这个大自然的中间必然的。大自然的气候有好天，有歹天。所听的姊妹，咱的人生嘛有人生的丰富，甲不便。伫环境的中间变化会惊吓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2年半前，台湾拄着疫情，但是疫情2年半后，今仔日渐渐在过。所听的姊妹，毋是干那 COVID-19 武汉肺炎，其实咱的人生中间，常常嘛有拄着亲像这种的病毒，亲像这种天气的变化，咱的人生有时会拄着风涌。拄即礼拜咧联络咱伫年底要90周年的感恩礼拜时，女北的会长洪吉兴兄弟，伊甲我讲，牧师，这段时间我拢无打电话互你，真歹势，因为这段时间我拄着车祸。吉兴兄弟2摆拄着大车祸，一摆更较严重，伊互一个咧送便当的少年人，甲伊弄一个。伊骨气伫四味路口的中间去弄着安全岛，所以脑干出血，足严重。第2摆开脑，医生无把握甲伊讲，这是一个真严重的手术。但是上帝帮助伊，伫即个严重的手术了后，竟然头脑清楚，佮充满活力。所听的姊妹，咱的人生常常有迄个疗伤未够。人生的风波，但是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，甲咱每一个所听兄弟姊妹，也甲伫网络中间做礼拜，无论你伫什么所在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咱三甲伫地。人生的风涌，有的人有一个稳重，有信心，有勇气。人生的风涌，若无准备，有时会措手不及。现在你讲是毋是？但是无论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或者是一个无道友，当拄着人生的风涌的时，其实无人有才调，心内无惊吓，对不对？加减念，但是无可能无操烦。多多只有一个原因，若有主伫咱的生命中，迄个惊吓就会得到逃亡。愿咱通过今仔日2段的圣经，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一定要把诗篇23篇背起来。
诗篇23篇甲主祷文，当然无抗伫同样的信仰的地位，但诗篇23篇真会通帮助咱祈祷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诗篇23篇真正会当帮助咱祈祷，因为伊第一句讲：耶和华就是我的牧者。今仔日的礼拜牧师特别将咱的教会象征性、咱德东教会特色的这张图，这张图画伫咱的教会礼拜堂的壁顶，这张图嘛挂伫咱教会兄弟姊妹，这张图耶稣将咱抱掉咧，所以咱用这张图代表咱甲主耶稣的关系。耶和华就是咱的牧者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有足清楚的感动讲：主啊，感谢你！无论我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你拢甲我三脚地地。你用你的腿、你的拐，牧者的腿、牧者的拐，就等于代表上帝的手。我搁解说一摆，牧者手所举迄个拐，伊就代表上帝的手。这个手就亲像咱软正的时。牧者会甲咱抱伫伊的怀抱中，愿咱有这种的深信，就亲像今仔日圣歌对为咱所吟的这条诗歌，对主调调，紧紧的跟随咱的上帝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经文的中间，咱看新约，特别是主耶稣甲伊的学生，我想耶稣是刻意安排这个人生的经过，因为耶稣常常用故事、用譬如。用经历，要伫经历的中间来讲明活命的权柄。所以我相信耶稣知影，耶稣嘛刻意安排，所以耶稣特别予伊的学生先坐船，要去传福音的路上，对格拉森这个岸边，就是当加利利湖的东边，因坐只船，因为比因行路较紧，所以穿过这个加利利湖。加利利湖有偌大呢？加利利湖都等于二林镇甲凤原乡160平方公里，就等于二林镇甲凤原乡差不多这大。所以若要用行的，其实真正爱行真久。所以因会通利用交通工具，就亲像今仔日咱开车，因就坐船对格拉森，因为耶稣伫格拉森赶鬼，耶稣伫这个旷野内底行。5块饼2尾鱼的新约，所以工作休困的时候，耶稣爱安静，所以就甲伊学生讲：恁去，恁先去。所以耶稣留落来，因为黄昏的时，一寡人也未完全离开，因为听了耶稣的讲道，听了耶稣所分享5块饼2尾鱼，可能有一寡人唔甘离开，就坐伫迄个所原地，还搁伫遐喃喃细语，伫遐咧讨论讲：今仔日遮尔奇妙。咱今仔日伫这个所在来参加这个喜宴，竟然耶稣会当互咱无邀过甲食饱，所以耶稣甲伊学生讲：恁先行，我留伫这个所在，等众人拢离开了，我对恁的后壁来。所以耶稣伫祈祷了后暗时，伊用上帝所予伊的权能，伊用上帝所予伊的属灵的气力，伊竟然有法度用行的。伫这个加利利湖顶端来到这个船的顶端，这个故事不可思议。佮拄好，迄天的阴暗风头，所以讲破头风。破头风的意思就是风迎面而来，大风迎面而来，所以船伫咧风影的中间，船起起落落。圣经安尼咧记载讲，伫大风影的中间，船受着风的摇动，所以众人惊吓。佮再看到风影的水面顶端有一个影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较有人有法度会通行伫水面，因也准是看到鬼，但是耶稣甲因讲：是我，毋免惊。故事就安尼开始，后来表明着一个信心，就是彼得，伊甲耶稣讲：耶稣啊，你较也高，你互我会当也行伫水面来甲你见面。所以耶稣讲：来啊！所以彼得连想都无想，伊就跳落去，对船顶行活耶稣祈祷。行到一半的时阵，伊忽然发现讲：较有可能
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当伊咧摇旗的时阵，风景的中间，伊人沉落去。这个故事咧表明信心，得信凡事拢会，但是人无够格交臂的信心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这两个故事拢来讲起行过死荫的山谷，或者人生拄着大风大影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通过感动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进入这个圣经的故事。咱在咱的心中祈祷讲：主啊，若通，互我亲像彼得，行伫人生的风影的顶端来求滚你。主啊，总是我的信心无够，求你伸手牵我。当彼得沉落去的时阵，耶稣甲伊讲：小信的人啊！耶稣伸伊的手来牵伊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这个故事真做咱的故事。咱无一定要去坐船，但是咱的一生、咱的人生，必然会拄着风影。亲爱的青年，牧师甲恁讲，伫恁的头前的人生中间，好得无比；伫恁的头前的人生，嘛会拄着挑战。但是恁爱会记得，毋是你的爸爸妈妈有在调24小时伫恁的身边，但是会记得。天顶的上帝要永远做恁的帮衬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毋是干那听到圣经的故事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拢建立一个新的祈祷，用诗篇23篇来做咱的祈祷，用马太福音这个故事来做咱的祈祷。也为着咱人生中间有可能拄着风影，因为人生中间拄着艰难风影是必然的。生苦病痛嘛是必然。愿咱伫任何境遇，愿咱伫任何境遇顶悬，咱拢无失去咱对上帝的倚靠。就亲像今仔圣歌对为着咱所吟这条诗歌讲：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对主调调。今仔圣经，今仔圣歌对为咱所吟的诗歌，也就是一种的邀请。咱要同齐伫人生的中间，做伙来跟对耶稣基督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的圣经马太福音14章24节，伊讲：迄时船伫海中，雨影摇掣，因为对头风。对头风的意思就是阵风，一只船迎着风，风安尼吹来。咱知影咧行路的时阵，咧驶船的时阵，逆风是上吃力。咱的人生嘛会拄着真侪阻挡，可能亲像咱开车，那冬天要上北，咱常常拄着东北季风的时阵，咱伫高速公路顶悬咧开车的时，迄个方向盘有当时比热天的时阵更加困难，因为季风的车常常有当时会被滑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伫我的船顶要有主耶稣，因为今仔日的故事的结局。就是主耶稣上船了后，风影就停，众人就跪倒拜耶稣讲：你真正是上帝的囝，这毋是喊过，这是咱人生中间主耶稣所予咱的一个信仰的邀请。愿咱伫主耶稣的面前，咱听到主耶稣甲咱讲：毋免惊，是我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到一生的路尾。咱来相信，耶稣就是咱的牧者。耶稣永远无离开咱，除非咱亵渎伊，除非咱忽略伊，除非咱对伊无尊重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到圣神甲咱讲：毋免惊，是我。上帝带咱经过2年半这个疫情。虽然咱中间有个人嘛感染到武汉肺炎，可能也未完全好，还阁搞痰，还阁拿喉尿尿，但是愿主耶稣下手伫咱的身上，主耶稣甲咱的痰摕掉，甲咱的不爽快摕掉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咱来恳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。就亲像昨暗我接到吉兄兄伊的电话时。伊回复，
伊充满困难。伊讲牧师，伫你的 Facebook 顶悬，伫 Line 顶悬，我逐日拢会接到你的消息。我毋知啥物原因，伊竟然毋敢甲我按赞，可能是歹势，可能是一个感动。但是伊讲牧师，我逐工都安尼甲你做伙。所听的弟姊妹，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常常甲上帝按赞。上帝通过逐种的经典来对咱讲话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特别你若有拄着人生中间特别的艰难，所听的弟姊妹，祈祷，这个祈祷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求你怜悯我。恁会记得牧师甲恁分享这个2000年的传统的祈祷，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求你怜悯我。今仔日圣经就是安尼。彼得沉落去的时，彼得甲耶稣讲：主啊，求你救我！主啊，求你救我！所以当咱伫艰难中间，心头扰乱，毋知要安怎祈祷，咱就会记得耶稣就是咱的救主。这就是建中的妈妈，伊常常安尼。建中的妈妈是一个第一代基督徒，伊嘛常常安尼咧祈祷。伊讲牧师，我毋知要安怎祈祷，但是我若拄着困难的时，我拢会甲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；主耶稣，求你拯救我。人生的风险，有时候带予咱真大的惊吓。咱对头前的路无明，咱对肩胛头的重担、沉重感觉也甚无气力。咱拄着所面对最人甲人意见无共款的冲突，所以伫人生的风险中间，常常会拄着真大的负面的情绪。所以弟姊妹，人生的风险，咱要安怎行过去呢？咱需要勇气，咱需要信心，但是更加重要，咱需要上帝。所以弟姊妹，信心甲勇气是通过灵修操练一点一滴，亲像咧起厝的，咱用砖啊，一言一言一言，一块一块一块。所以伫信仰的中间，灵修是咧帮助咱起造信心的壁。所以伫传统灵修，甲这个灵修叫做起造一个避难所，这个圣殿的壁。但是更加重要，当一个囡仔若无能力，来不及为家己起造一个避难所的时咧，唯一上大就是上帝要用伊的身躯甲咱扎咧。上帝就照做咱的保护。伊讲上帝正做我的盾牌，上帝正做我的营寨。恁会记袂？伫诗篇内底讲，上帝是我的营寨，就是我的堡垒。上帝正做我的避难所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所以今仔日这两段的圣经拢来讲起上帝同在的重要，上帝同在的应允。就亲像大卫伊讲：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伫迄个森林的内底，伫迄个山谷的内底，我看袂到头前到底要安怎行。但是上帝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伊的路。阁有伫今仔日的新约的故事，伫风影的中间承受着摇动，代表咱的心灵拄着搅扰的事的时，咱的心内有不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这两段的经文拢来讲起上帝同在的可贵，上帝同在的重要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得到帮助。所以，弟姊妹，今仔日第一个信息，我要甲咱分享的，就是上帝的同在。如果你有拄着不安，牧师要鼓励咱，你会当安尼。如果你拄着你心内有足侪情绪，无论是受气、惊吓、不安，你感觉暗时困袂去，或者毋是恁会，我嘛会。有时我若拄着有真侪不安的事，有一寡搅扰的事。虽然我是一个真好困的人，
但是有时，伫无应该醒起来的时间，我嘛会醒起来。伫伫牧师馆安尼行来行去，行来行去。所以爱弟兄们，咱是人，所以伫风影中间不安是必然的。咱会通安尼，安尼的意思就是喊手，主啊，求你将平安放伫我的心内。或者祈祷，爱相信祈祷，爱相信，咱的相信是听咱祈祷的上帝。所以啊，你姊妹，第一个主的同在，耶和华是咱的牧者。虽然伫伊的面前，咱邀请主耶稣，就亲像彼得甲这学生讲：主啊，你若伫我的船顶，主你若伫我的厝内，主你若伫我的人生，我就无惊风影。愿天父上帝听祝福咱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摆的礼拜拢是咱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。每一摆的礼拜上重要，毋是听讲道；每一摆的礼拜拢是咱伸出双手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你对天顶赏赐你的权能伫我的生命中，若有你伫我的船顶，我就无惊吓。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求圣神帮咱，将今仔日的诗篇23篇第4节读互咱听。伊讲：伫我的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筵席。我搁读一摆：伫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筵席。诗篇23篇第4节第5节。我虽然行过死命山谷，也毋惊灾害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筵席。这个对敌这个字，原文第一重要，当然伊翻译就是敌人面前，伫要战争的时，犹阁有平静的心坐落来食饭，较有这种可能。伫咱拄着风影的时阵，食不知味，食较食会落。但这段话咧讲起，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上帝你甲我摆设的宴席，因为对敌这个字是一个足丰富的犹太人的字，这个字是代表所有一切的困境，伫所有一切的艰难，英语甲伊翻做 trouble 就是讲，伫任何的困难，伫任何的搅扰，伫任何的不安，伫任何的情绪，伫任何的情境的压力的内底，这个对敌这个字有这样丰富的字。所以，这个圣经会当翻译讲，伫我所有的困境的中间，上帝你甲我摆设宴席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伫艰难的中间，上帝甲咱摆设稳定的祝福。所以，上帝伫咱拄着艱难的时阵，伊讲毋免惊，坐落来食，因为我要赏赐你，因为你要走的路还很长。就亲像以利亚伫旷野、伫山坑、洞坑的内底。伊埋怨，伊惊吓，伊多想上帝，但天使来，甲伊讲起来，你要行的路要阁真远，所以天使甲伊备办这个属灵的宴席。所以圣经有真侪图像，拢咧讲起上帝将伊的施恩、伊的稳定，伫艰难的中间为着人所准备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恳求天父上帝。今仔日的礼拜是咱的生命中间，搁一摆看到雨后的彩虹，咱拢真爱看到彩虹，就亲像看到流星，改成好结调。所以你姊妹无毋对，这是一个象征。但是雨后的彩虹，最重要毋是迄个彩虹，最重要就是咱通过这个彩虹，咱就看到上帝。咱就知影讲，伫这个丰富的背后，伫这个丰富的天顶，有一个掌管丰富、掌管丰富、掌管大自然的上帝。所以咱就上帝讲：主啊，感谢你用这个甲我提醒，这是一个祝福甲恩望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互咱一句话。圣经对头到尾真侪故事咧讲起，人伫惊吓不安的中间，因发现上帝竟然在这个地方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的信仰的前辈，伊留互咱，无论是伫出埃及记17章第7节，米迦书第3章第11节，
伊讲妖法减无伫咱的中间嘛？兄弟姊妹，妖法伫什么所在？咱的上帝伫你的心内，伫我的心内。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来邀请这个上帝，听上帝的话讲，天父惊字毋免惊，我会惊。其实这个题目伫咱的教会这2年疫情的过程顶悬，我上少有讲到3-4摆。虽然是经文拢无共款，但是类似就是要邀请咱伫惊吓中间不安的时刻，咱会通专心注神来看上帝，互咱将迄个惊吓的目睭会通看到上帝的保守。所以今仔日礼拜，这个圣经所带互咱的是一个真宝贝的应允。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这就是上大的应允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有真深的含义。你会当想，牧者会当对羊仔有啥物种的影响力？伊养饲羊仔，伊照顾羊仔，伊保守羊仔，伊引传羊仔的路，伊食对羊仔的瓦靠。所以弟姊妹，上帝通过以色列人因对上古早的生活、游牧民族的生活中间，上帝互因这个图片，就是要表明甲伊讲，我要养饲恁一世人。原来伫主的面前，第一，今仔日的祈祷，主啊，我知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现在你相信吗？你经历啊吗？你愿意安尼来领受吗？主啊，你是一个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你毋是高高在上住伫天顶。主啊，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上要紧就是坐伫我的身边。所以你姊妹，大概你若入来到礼拜堂第一个祈祷，你甲耶稣讲：主啊，你的囝儿查某囝今仔日坐伫即所在，主耶稣，恳求你来坐伫我的边啊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安尼祈祷，无论你去到什么所在，你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今仔日我出外离开我的故乡，检查恁大汉了，有时上帝会互恁去国外工作，去国外读册，走到天涯海角，你的爸爸妈妈可能无法度陪恁去，但是无论将来恁去到什么所在，甲天父上帝讲：天父，今仔日我来到德国，天父上帝，我今仔日来到日本，天父上帝，我今仔日来到美国，无论什么所在，恁会记得，你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恳求你坐伫我的边啊！今礼拜嘛是安尼。所以主的同在是真重要，所以会记得今仔日的圣经，一世人爱会记得，伊是咱的爸爸，伊是咱的牧者，伊是咱的上帝，伊是咱的上帝，伊是咱的爸爸，伊嘛是咱的牧者。所以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，就是一个人际关系，一个图像，这个图像就是咧表明人甲人的亲密的关系。所以牧者的关系仅次于父亲跟孩子。牧者的关系有一个真要紧，就是咱的生命的供应，咱的生命的供应者，咱的当大人，咱的大汉，咱的勇敢，咱的健康，是因为这个牧者伊养饲咱。所以你姊妹讲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思讨，想使我一个安息的所在，想使我一个通安息的所在，是一个青翠草场。主啊，求你带我到安静的水边，主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。这是代表圣经内底最要紧的另外一个图像。圣经一开始，上帝创造一个所在，伊的名叫做埃甸乐园，会记得吗？所以圣经一开始，上帝所创造的就是一个平安的所在。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，所有的上帝的囝儿常常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互我的家庭真侪地上的埃甸乐园。恁敢捌安尼为着恁的家庭祈祷？主啊，互我的家庭真侪地上的埃甸乐园。所以弟兄们，如果你过去知影，但是无习惯安尼祈祷，今仔日开始要常常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互我的心是青翠的草坡，是安静的水边。中文有一个字是足水的字，伊讲安歇。安歇在
溪旁休困伫一个安静的水边，迄个安息的息中文安怎写？甜有无？甜蜜的甜下加一粒心，这个字是足水的。这个字代表什么？我的心内有一个甜甜的感觉。这个字代表什么？幸福。我的心若伫一个境遇的中间，心内底有一个甘甜甜蜜的感觉，迄就是幸福的意思。所以啊，你姊妹，上帝将地上的爱典永恒放伫咱的心内，上帝将地上的爱典永恒放伫你的家庭。也愿咱的教会真侪人，出外人、迷信的人、伫人生风涌的人，伫即时伫迷信。咱的教会捌有一个故事，我捌看见咱的厝边伫早期、伫暗时的时阵，我伫无意中发现，咱的教会大家拢聚会结束的时，有人骑倒摆经过咱的教会，无落车，伊骑伫乌倒摆顶悬对教会。我嘛毋知到底是安怎伊开安尼。台湾人有一个习惯，伊若不安的时，伊会去庙里拜拜。这个人毋是基督徒，但是伊徛伫咱的教会门口，伊嘛安尼咧祈祷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咱的教会的门常常为咱来开，愿咱的教会的门常常为着有需要的人来开。或者为着咱的教会，咱同心祈祷好无？互咱的教会，咱所有备的这个教会，有形无形，拢成做咱的厝边，伫患难中，伫夭餓的中间，因所需要稳定的所在。这是咱的祈祷。虽然行过死命山谷，有主的同在。这是今仔日我要提醒咱，伫咱的人生拄着风涌的时，首先毋通惊着，嘛毋通乌白撞，因为有当时伫患难中所做匆忙的决定、匆忙的行动，常常拢会是无适当。所以咱要开始一个回应的行动之前，先发手祈祷，主啊，你会安怎做？主求你帮助我。愿天父上帝踮伫咱的生命中，拄则我已经甲咱解说一摆，我阁补充。我搁一摆来解说，伫对的个面前意思，以原文的圣经会当翻译做较白话，就是伫我一切的困难，在我一切的困境当中，伫对的个面前，伊的原文会使安尼祈祷。所以所听的弟姊妹，无论咱拄着心中的艰难困境，你当伸出双手，你甲主祷讲：主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；主啊，你是我的牧者。主，你是我患难中及时的帮助。主啊，求你为着我有备，灵油抹我的头壳，互我的杯满出来；灵油抹我的头壳，互我的杯满出来。咱拢相信，当咱伫教会为着生日祈祷，咱拢相信，当咱要去做兵的时阵，牧师为着咱抹油。咱拢相信，伫咱要考试的时阵。咱伫教会内底恭敬甲主祷，咱拢相信，伫人生每一个阶段，要新的出发进程，咱拢注意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甲上帝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今仔圣经的应允。伊讲上帝为着咱摆设恩赏，你相信吗？你愿意上帝真做你一生的供应吗？你愿意你的生命的杯是甘甜的吗？代表是一个真熬祈祷的人。当然，我相信，伊是一个经验着祈祷快乐的人。所以讲，我手捧救恩的杯，我要手捧救恩的杯，我要担着稳定的滋味。所以，他捧着这个生命的杯时，伊的人生。有一个心头甜甜的感觉，心内有幸福的感觉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在座兄弟姊妹，恁的心常常是甜的，这不是糖尿病。恁的心是甜的，这是一种属灵的福气。咱生活伫一个常常
不知不觉顶悬有微笑、傻笑。这不是戆人，是因为上帝将幸福放伫咱的人生中间。今仔日有200度，一百是摇花是我的牧者，佮另外100度是2年前，伫2020年的10月18号，我甲陈牧师下晡时，阮拢会出去行路。一方面是为着运动健康，但是伫阮习惯伫咱附近咧行的时，阮常常举手咧祈祷。阮会看到春天的稻田，阮嘛会看到秋天的稻田。有时阮若较晚出去，阮就会看到夕阳、夕阳。这是2年前。伫咧行路的中间，阮看到真水的彩霞，下晡时，所以甲翕起来。伫翕起来的时阵，看到这张相片，忽然上帝给我一段的经文，就是以赛亚32章18节。伊讲：我的百姓要踮伫平安的所在，是安稳的徛起的所在，是平静安歇所。你看这个字，安歇所有无？拄则我甲你解释讲中文这个歇是安怎写？伫心头的顶端有甜蜜的感觉。伫看到这个彩虹了后，我忽然感觉上帝给我读回想着圣经以赛亚书这句话，所以我就甲伊写伫用这个绘图软体，就是咱的照相了，咱拢当放2个字伫顶端。我有习惯甲恁分享相片会快乐。我嘛有习惯重视的圣经，因为看到上帝的经典这个图片，我就想到这是上帝的应允。我要甲恁分享一项，有时咱若无甲翕起来，咱行过咱就，就是安尼，咱是游山玩水，行过了都袂记。所以我有一个感动，讲咱伫人生的中间，咱若有一个属灵的照相机，咱将真特别的情景甲翕起来时阵。上帝通过迄个影片甲咱讲话，对无？我们发现咱中间有几个人开始嘛有这种的习惯。上明显的就是英宏长老，然后看到水的经典，伊嘛会去回想着圣经的话。英宏长老和我的个性是一个点点无啥、无真侪话的人，但是伊常常会用相片甲咱分享上帝给伊的圣经的话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安歇的歇是今仔日我送给咱的。愿天父上帝享受恁的心肝头，常常有幸福。阿们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听。当然，这张图就是顶礼拜交文。我才知影讲，有时咱互相的分享会产生祝福。2年前的时，我将这个相片，我甲伊传出去的时阵，最明显的就是嘉文后来，这个嘉文不是蔡嘉文，是这个宴会遐的查某囝庄嘉文。伊将这个相片整个画一张亚克力的图。恁会记得2礼拜前，伊甲伊妈妈都在做礼拜，伊甲这张图送给牧师，送给教会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。这就是咱伫属灵的祈祷中间，互相的分享的事，会互对方某一种的帮助，嘛会产生回应，产生共鸣，产生信仰的火伫咱的中间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赏赐恁的家庭是一个安歇所。上帝赏赐恁的家庭真多，上帝原起初创造的爱的乐园，上帝赏赐你的心。将这个字永远放伫你的内底，上帝将这个幸福，中文这个遮尔水的字，就赏赐予咱。咱也主讲主，我要担着我稳定的滋味，呀，这都常常安尼祈祷，常常安尼祈祷。嘛会记得邀请你的囡仔祈祷，互你的囡仔伫信仰中间来成长到大汉，直到这个圣经结束的时阵。代表讲，这是一生一世的代志，这是一世人的幸福。上帝的稳定是一世人的久，
这个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，我要永远徛伫伫耶和华的厝。什么所在是耶和华的厝？咱的心就是耶和华的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。所以第二个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甲上帝讨，咱会当安尼讨，咱会当安尼祈祷。兄弟姊妹，毋免歹势，常常甲伸出手来祈祷。特别是伫你家己一个人的祈祷的时，我要鼓励咱，你若有困难，你伸出手是交托的手。你伸出手的时候，你甲你的心内的困难，甲摕出来，甲主讲：主，我将我的惊吓，主，我将我的恐惧，主，我将我的情绪，主，我将我的愤怒，主，我将我的不安，我将我的这的重担来交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甲我摕掉。兄弟姊妹，伸出手代表瓦克，伸出手嘛代表领受。所以咱会使安尼祈祷，伫困境的中间伸出咱的双手，伫困境的中间伸出咱的双手，因为咱相信人袂话，但是上帝凡事拢会。在人不能，耶稣讲是在人是不能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。这个话头前是咧讲起奉献，这个头前是耶稣讲，人若互金钱填满掉咧，就无可能入天国。所以耶稣讲这个譬如了后，伊边的人讲，那有谁能呢？耶稣讲，在人不能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。迄个意思就是，若有上帝的圣神伫你的心内，若有上帝的圣神伫你的尊中，若有上帝的圣神点伫你的生命中，咱就真做可能。礼拜毋是一个活动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我相信恁来做礼拜是对心中欢喜的。我相信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来参与礼拜，拢是一种的欢喜。礼拜毋是一个活动，礼拜是一个参加上帝祝福的宴席。所以咱将礼拜甲今仔日的圣经第5节，诗篇13篇第5节讲：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宴席。这礼拜是今日上帝所备办的属灵的宴席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个宴席是一个不要随便缺席的宴席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祝福对今仔日开始到你一生的路尾，每一摆你参加甲上帝见面的事，每一个礼拜拢真侪你的祝福。咱伫今仔日，咱伸出咱的双手，咱甲主祷，主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要真侪我生命改变的开始。主，我伫你的面前，无论有圣餐，无论无圣餐，每一摆的礼拜拢是守圣餐，每一摆的礼拜拢是甲主你3千斤。愿天父上帝甲咱备办，圣经足清楚讲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有备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安尼伸手祈祷，亲像大笔，咱常常伸手来领受。伫咱交托了后，咱拼空。要啉清气的水，安那？恁拢会晓背感谢主。这已经真做咱的教会，毋是口号，是一种的念头。咱伸出双手要啉清气的水，咱就摕清气的杯啊，就是干净的心，要有敬虔的心，要有顺服、谦卑、清气的心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家伫地。每一摆甲上帝做礼拜，就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都是甲上帝做伙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对今仔日这个时刻到永远。会记得今仔日圣歌对所为咱念的这条诗歌，是对诗篇63篇第8节。今仔这条诗歌是对诗篇63篇第8节。伊讲：我的心对你调调，兄弟姊妹。做一个对上帝基督徒，做一个对上帝羊仔囝，这是咱一生中间上要紧的
的功课。今仔日的金句，我送予咱大家，因为今仔日的金句足重要。伊讲伫我患难的日，我往你祈祷的时，你就回应，互我心内有快乐。阿们嘛？你知影这个经文偌重要吗？这个经文讲，伫我患难的日，我若求你的时，你就听我的祈祷，你就回应我的祈祷，你就鼓励我，你互我心内有能力。有时咱咧甲上帝讨爱一段时间啦，毋是今仔讨明仔载有啦。毋是上帝无爱互咱，毋是上帝故意甲咱糟蹋，因为上帝有伊的计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耐心等候，持续依靠，耐心祷告，耐心等候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撒甲伫地。拄则诗篇138篇第7节了后，搁落去这句话搁较重要，无写伫金句，因为金句无法度写遐长。但是牧师伫礼拜中甲恁播这个金句，应该爱读到第8节才有结束哦。吼，伊讲关于我的事情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咱一生的事，伫上帝手中。诗篇138篇第8节。这句话上重要的意思就是讲，咱一生的事伫上帝手中，摇花要成全，摇花要成就我一生的事。最后伊讲啦，你的手无离开我，你的手无离开我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应允搁一摆，通过今仔日的礼拜读互咱听。咱伫主的面前讲，主，我将我一生的事，主，我将我一生的计划，甲你参详。主，独独你是我的主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求天父上帝，互今仔日无论是新约旧约的经文，无论是金句，无论启文，拢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。最后，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用信望爱来回应上帝，深深真正认捌咱所敬拜的上帝。所以拄则牧师甲咱提醒讲，礼拜毋是一个活动，查经班嘛毋是一个活动，祈祷会嘛毋是一个活动。咱的教会有3个聚会真要紧，这3个聚会是为着咱的需要准备的。恁若有需要，恁就参加，这无勉强。咱的教会有3个真要紧的聚会：第一，享受祈祷，拜3个祈祷会；第二，享受读圣经，就是礼拜6的查经；第3，就是享受礼拜。兄弟姊妹，这毋是勉强，但是这嘛毋是活动，这是一个期待通过祈祷、读圣经甲礼拜，会当帮助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来得到造就。因为伫遮的亲近上帝的过程顶悬，咱要建立3个品格：第一，就是信心的品格；第二，是仰望的品格；第三，就是心中甜甜的，伫上帝的听的内底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第一，我要鼓励兄弟姊妹爱相信祈祷。你嘛相信上帝要听人祈祷，就亲像拄则我为恁读的诗篇138篇第7节、第8节，伊讲我一生的事伫上帝的手中，我若求你的时，你就回应，你就应允，你就应允我。英语讲 promise， 你就回应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相信。第二，仰望上帝。信望爱，第二个就是盼望。盼望的意思就是仰望，在人不能，在上帝凡事都能。第三，伫咱心内苦楚的时，伫咱拄着风影的时，心内不安的时，独独只有上帝主爱，互咱心中甜甜的，迄叫做安歇。上帝互咱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到伫安静的水边。上帝真做咱安歇所。上帝真多，伊起一间厝，互咱伫惊吓中间进入伊的怀抱，就亲像这只羊啊。这个画图家是一个中国的水墨画家，伊真后伊的意境，伊写诗篇23篇的诗，伊特别将一个细细只的羊仔囝，交互耶稣抱伫伊的怀抱。我相信，我嘛安尼甲上帝讨讲。主啊，我毋是贫惰，但是我真爱互你抱咧。
主啊，我毋是贫惰，但是我足爱互你抱咧，互你笑，互你听，互你抱，是一个幸福的感觉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撒个伫地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你做我的牧者，咱同心来祈祷。阿爸天父，听阮祈祷。阿爸天父，阮来亲近你。阿爸天父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阮的上帝。阮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